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燕牧师。8月12日，动机纯正的反省力。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4章24到52节。RPG 我们要祷告的金句记载在耶利米书17章10节。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事的结果报应他。自我反省是对自我行为与动机的一种审视和反思，常用来清理和克服自身的缺陷，以达到心理上的健康和完善，也是自我净化心灵的一种手段。小时候我常听老师主日学老师跟属灵的这个前辈这样子分享。他说有5个孩子，因为我家就有5个孩子他们为了教会传福音的工作他们各到教会是捐1枚的铜板，5个都一样是一个铜板但第一个孩子呢，嘻嘻哈哈的把钱投入奉献箱里，上帝的使者就记录他捐出了1枚锡币，因为他对人一点也不关心。我们知道金银铜铁锡，他捐的是铜，但是在上帝的使者记录的却是锡币很可惜比他原来这奉献的价值更低因为他已经把那另外的价值嘻嘻哈哈掉了第二个孩子呢，把铜板丢进了奉献箱的时候，左顾右盼，希望大家都看到他的奉献。上帝的使者又记下来咯，这孩子献出的是1枚铜币，跟他所奉献的是等值但他奉献出了是骄傲所以没有加成的效果第3个孩子心里想，既然别人都这样做，我也只好这样做了吧。于是他就勉强的投进1枚铜板。上帝的使者看在眼里，也记下来这个孩子奉献了1枚铁币。他的心实在太冷了。这第4个孩子奉献的时候，会为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以及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流眼泪。他觉得钱奉献出去就是为了福音的工作，天使看到了，记下来这孩子捐了1枚银币，因为他很有同情心。第5个孩子奉献的时候一边丢铜板，他一边心里祷告说，主耶稣，为你的名的缘故，我奉献这枚铜板，希望能够帮助别人来认识你。天使就记下来，这个孩子奉献了1枚金币，因为他充满了从神来的爱。是在我们生命中真的很多大大小小的决定，我们以为别人看不出我们的动机，其实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不那么清楚自己为什么有这样的动机所以有一位基督徒的这管理学家常常要提醒我们基督徒，他也出了一本书，就是说当我们做任何事情之前，我们要先问为什么，也就是动机是很重要。我们的神看的是我们的动机，而不是我们的成绩。今天的经文其实来到了跟昨天有关那一天他们其实已经打胜仗了但是人民以色列人是又饿又累因为扫罗曾经发誓下令说，今天在我向敌人报仇以前，谁吃东西谁就受这个诅咒
因此整天都没人敢吃东西。哎呀，没有人敢吃东西，又打了战，哇，出尽了所有力量。那这时候真的是很饿，他们一到了丛林，到处是蜂蜜呀，林中有蜂蜜滴下来的，但没有人敢吃，因为大家都怕扫罗所发的誓啊。可是约拿单他没有听见他父亲用誓言喝阻人吃东西的事，所以他就伸出杖，插进去这个蜂房里浇了一点蜂蜜来吃，他立刻觉得很舒服多了因为可能血糖太低了吃一点蜂蜜哇，他精神都来了。接着有人又告诉他说，我们又饿又累，可是你父亲喝阻我们说，今天谁吃东西谁就受诅咒。约拿单说，我父亲下了一道不合情理的禁令，看我吃了蜂蜜觉得舒服多了。其实约拿单他并不知道他的父亲，刚刚我们经文已经讲，他没有听见父亲所发的誓言，要他们发的誓言，但是他这个时候他判断从上帝的眼光来判断人真实的需要，他觉得这是一个不合情理的禁令他说，我们打败了敌人，要吃夺来的食物一定今生百倍，所以杀死更多的非利士人他们那一天以色列真的是打败了非利士人，从密抹一直打到亚伦亚伦这个时候以色列人都饿得发软了于是他们就从战利品中拿了山羊牛跟小牛当场宰杀来吃，因为来不及煮就吃了带血的肉。这时候有人就跑去跟那个扫罗讲，他们在不同地方就报告说，看人民吃了带血的肉，得罪了上主扫罗大叫说，你们这些叛徒快点滚一个大石头到我这里来。他下令说，到人民那里告诉他们，把他们那个牛羊这个全部赶来，在这里宰来，在这里吃，但是不可以吃带血的肉得罪上主因此那天晚上他们呢就把他们的牛群赶来，在那里杀了。扫罗为了上主筑了一座祭坛这是他所筑的第一座坛扫罗对他的部下说，我们晚上下去攻打非利士人，来掠夺他们的东西，直到天亮把他们杀光。他们回答说，你认为妥当就这样做吧。我觉得这句话是有一点无奈，是吗？跟随约拿单的那些跟随的少年人昨天所说不一样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听命于人其实是有3方面人愿意跟从你，你会有影响力。第一个方面就是你是权威的，非得不听的。第二个是利益，大家都是站在利益上彼此挂钩。第三个是真诚的愿意跟随你，因为你的动机，你要做的事情我们也认同，我们甘心跟随。那我们知道约拿单昨天的是属于第3种，他们愿意追随因为他们觉得约拿单所做的事情是对的决定。而今天扫罗呢，这个他先饿大家一顿以后才赶快给大家吃他有听说了约拿单也给他的属下吃，只是他们得罪神了，他们是带血的，所以呢他呢略胜一筹，让大家吃不可以吃带血的然后呢他邀请他们跟他们一起去作战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回应的这些下属回应说，我们该下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他们回答说，你觉得妥当就好了扫罗呢这个时候呢他要问上帝他要问上帝说，那个我们该不该下去这个跟昨天有点不一样，昨天是来不及问是吗？今天呢，我该不该去攻打非利士人呢？你会把他们交在我的手中吗？但是上帝没有回答这位上帝实在很奇妙他没有回答。于是呢扫罗对人民的领袖说，到我这里来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上主没有回答啦。原来今天我们是谁犯了错一查之下竟然是约拿单
因为他做了什么签，是吧？他做了签，这个签其实也很奇妙的一般做的签实在要按照支主支派，但他今天做的签感觉有点作弊只做3个签你们站在一边，而约拿单跟我站在这边。所以亲爱的大家，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扫罗他的动机是什么呢？连他自己的儿子约拿单他都会算计他都嫉妒。原来扫罗这么有爆发力，原来扫罗的儿子约拿单他是比他的父亲更强的。所以我们这是要我们小心的，神看重我们的心意，神很明白鉴察我们的心，我们真的要小心因为神要问我们，跟我们算账的。所以好不好，我们来默想，做什么事情先问为什么呢？是一个自我解释的机会。我们如果发现动机不对准主的心意，我要怎么校正归回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是的，我们人的心真的是这么多变化，这么多的自私自利自义，而我们不自知。恳求你赏赐给我们一个反省的能力，我们愿意正视到你的面前。我们说，主啊，我们所做的为什么？是为了你的心意缘故，还是为了我们自己自私的缘故呢？恳求主光照我们，也让我们有一个反省的心。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我。今天我们做任何事情之前，先问自己为什么呢？是为了神的缘故，还是为了自己自私自利自义的缘故呢？愿我们的决定合神心意。我们明天见。